大家好，我是徐祥准，我是高雄人，我希望会当甲高雄的日头照到台北。搞怪、感性、坚持、勇敢，我是一个真侪方面拢会当把握的演员。我捌伫个工厂做过工人，伫个剧场做过演员，我嘛就想要倒去甲你看呀。伫个邦寮种过山野。实在甲你讲哦，我平常时的兴趣是家己弹吉他、唱歌。大家伫个表演的时阵，拢会伫个家己的世界真享受，为剧场、野视、为生活的经验到家己的角色。我代表世界的正义，报答中的思想。我有一个愿望，我希望有一天会当伫个高雄拍一出。连我阿嬷就看有的戏，请多多指教，谢谢。